台南仁德的这淡水桥下骹呢有磅空分做两边，一边较宽，一边却是较矮。较矮迄边呢，细台货车入去是肉堵肉，所以较大台货车为着要过磅空，就驶正向行较宽迄边，也安尼生做是真容易发生意外。公布局表示讲，因为地权的问题，也搁伫咧研究，一个月内会提出改善方案。 明明两个磅空有分600方向，不过所有轿车驶反向入去车道，这是在仁德保安路淡水路桥，是要去高铁站定经过路段。详细看，这条路无对同，正边的磅空看到敢若一台车驶入去就肉堵肉，若大台车无细力入去，车身就卡掉的啊。地主民众国不离将拢驶颠倒向，一个膝盖擦反射会无性命，济民众心惊惊。啊，在地人都好开遐过，阮就甲开过来啊。我爱是外口的，无啥人开入来，伊会惊。过不去，有些就直接走另外一边会比较快，不用去绕路。边仔去抓，甲开开落去，那叫人大台的车的车路会当好过。啊，较袂较安全，啊，袂叫唔只汽车就在安三层。李长指出，这两个磅空是从日本时代用到单，当初设计道路就较矮，地势嘛较低，所以才定有驶反向的情形发生。根据统计，今年已经发生3件事故，甚至有人死亡。是安怎这个高风险的问题也未解决，主要是因为地权问题。公务局表示，一个月内会提出改善方案。会找我们4、5相关单位，如交通局啊，以及台铁局等相关单位去做现场的会勘，然后提出一个妥适方案来做解决。112年，我们针对这个地点的取缔逆向行驶，我们总共取缔了37件。虽然有在地人讲已经惯习安尼驶啊，不过对外地人来讲，若路况无熟，恐惊会发生烧路。警察局讲，因会加强稽查处地，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